欢迎大家收听听台语唠英文。Learning English in Taiwanese。今仔日要讲的单元是食粗白白的派，食粗白白的派。阿朱非常的懒惰，大概轮到伊要倒粪扫的时阵，拢非常的毋甘愿。有一日，伊想空想芳，甲粪扫等伫咧巷仔口，以为安尼着神不知鬼不觉，无想到社区的翕相机甲即幕拢录影起来了。李长辈非常的生气，一家一户要找出凶手到底是谁。代志已经非常的紧急，阿朱就请阿花来想一个办法。毋过阿花说来讲，证据是愈来愈明显啊，你应该爱食粗白白的派咯。The evidence is getting clear. You should eat humble pie. 什么？阿朱敢会听毋到咯？伊应讲，什么？拄着即款情形，你阁有心情叫我食物件？ What? How come you still want me to eat in such situations? 亲爱听众朋友啊，什么是食粗白白的派呢？原来这是鸭头认错的意思。因为以早伫英国，地位较低的人，敢若会当食用较歹的肉做成的派，所以后来就用伊来比喻着鸭头认错的意思。所以你若想要讲，详细想想，我也是应该为着我的行为来鸭头认错，你会当讲。Come to think of it, I ought to eat humble pie for what I have done. 同款，咱阁来复习一遍，食粗白白的派，也就是鸭头认错的意思。Eat humble pie. 第一句，证据愈来愈明显，你应该爱鸭头认错咯。The evidence is getting clear. You should eat humble pie. 第二句，详细想想，我也是应该为着我的行为鸭头认错。Come to think of it, I ought to eat humble pie for what I have done. 短短时间又要甲大家来讲再会咯。若有任何意见，请写伫后面甲咱讲，咱后一集再相逢。